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台湾灰狐这种蜜蜂是属一级的保育类，全台湾村200多只。4天前，伫花莲市的美仑地区，有一只台湾灰狐弄到人家厝的铁门，林保署马上去救援，结果发现这只蜜蜂叫做文文，过去有记录捌去互掠过，文文目前是头受伤，无生命危险。 一只乌乌个拢是门的生物，伫咧涂骹白，敢若个受伤无法度飞，伫咧涂骹一直滚甲。其实这是一级保育类的蜜蜂，台湾胡蝠斗吊脚。是它的头部有湿湿的，看好像是不是它的头有撞到铁门，然后受伤。我第一眼看那么大只蝙蝠，应该是保育类动物，所以我就先上网查，结果真的是一级保育动物胡蝠。 所以我来通知1999。15号暗时6点外，这只蜜蜂伫咧花莲美仑弄到面体铁门了后，摔伫涂骹。初步检查头有一个侗孔，林保署花莲分署接到报案了后，随来救援。它的重量大概是280克，那头部有一个穿孔的外伤。那我们怀疑是说，不排除是天敌所造成，有可能是猛禽类所造成它一个穿孔的一个陈旧的伤口。医身躯顶有做好的白影。 原来这只受伤的蜜蜂，伫咧去年8月就已经互检测，名号做文文。加在目前无生命危险，先安搭伫咧防疫所内底，未来康复了后，会阁带登去花莲野放。 2只蜜蜂吊伫树顶，这种蜜蜂是一级的保育类动物，全台敢若200多只，体重大约是400到600公克，食力挺开会当到1公尺，是台湾上大型的蜜蜂。平常时是食花蜜、果子、有叶仔，嘛有果子蜜蜂的称号。林保署嘛呼吁民众，若是发现受伤的蜜蜂，会当赶紧通报，避免凊彩饲，也是甲惊到，提供蜜蜂稳定成长的空间。 Hello， 我是郑雅芳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